来看国内消息，今日日透早，国道3号上北188公里，也就是河美龙井路段发生火烧车意外，有一台小客车去弄到拖板仔车导火烧起来。相对知道消息了，赶紧到现场去拍火，结果火一个拍发了，发现讲小客车内面有一人已经往生啊。新闻目前还阁确认，有关是安怎发生这个车祸，监视人员要你调查。 小客车开伫大班车后面，原本应该是白色车身，最后火烧过了后，过拢乌麻麻。唔知是因为火烧关系，或者是弄了上过大力，规台车的灯光过拢变形去。这样火烧车的意外发生伫国道3号上北188公里河美龙井路段，大班车遭受小客车对后面对落。向我就蹦一声，我嘛唔知影什么情形啊，我就停喺路边咯。但是小客车对落了后，已经全面烧起来。 大班车正边后面嘛导火，警察接到通报了后，迅速赶到现场，全力抢救。不过灭火了后，才发现讲有人伫小客车啦。发现一名那个疑似男性的那个焦尸，我们在寻找，没有发现第二位那个患者或是罹难者。警方已经封锁现场，而且嘛翕相搜证，那是详细事故的原因，交由监视小组调查。